大家好，大家好，而家係我哋嘅晚上。我呢度香港11月，啱啱係19號，早一個鐘頭前都係18號，11月19號嘅晚上，而家係1點13分到。咁之前呢，早半個鐘頭前多啲到呢，咁又有啦人嚟我呢度想偷貓啦。咁即係我出個 post 呢，都係想咁樣講。咁我隻貓咧平安翻嚟嘅，所以影下我啲貓冇影到晒。我仲呢，嗱，俾啲戰績大家睇下啦。我隻貓緊張喎。我啲戰績呢啲咧就唔係同人打交嘅，係我緊張我隻貓捉佢翻嚟咧，捉佢入嚟咧嘅時候咧，俾佢咬傷咗少啦。咁我搽咗嘢㗎啦，都食咗一粒消炎藥㗎啦。咁我想話俾大家聽啦，我呢度係大埔錦山村，大家如果真係住喺呢邊嘅咧，呢頭咧都要小心，因為嗰啲賊咧係可能睺凍啦，天氣凍啦，或者再想嚟做呢啲嘢啦。我希望喺度忠告佢哋啦，真係知道嘅就唔好咁做啦，真係會有人報警拉，同埋都唔好嘅。咁咧就如果有養貓嘅咧，有或者放養貓都要小心，同埋同你哋啲貓做晶片啦嚇，我都會一度同我啲貓做晶片嘅，小心啦，小心啦。今次咧就唔使俾 like 我嘅，但係大家都即係保護啲貓，愛啲貓啦，祝福大家啦，小心啦，再見，多謝大家，再見。